點解佢咁唔聽話嘅？你需唔需要我精神操控佢？宇宙兩大規則：一，所有嘢都要符合自然演化；二，唔可以有人類以外嘅力量干預。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？點解你咁迷戀佢嘅？乜呢啲係叫迷戀咩？以我對人類嘅認識，係啊。你隻 Solar 呢？對唔住，所以你揾我咩事啊？呢個我見過。我辦事不力，同樣嘅錯誤唔會再犯第二次。你繼續講啦。我查過呢副眼鏡嘅時間長期，喺1460個時間長期之後，呢個裝置會引起宇宙坍縮。我哋要點處理？個預言啊嘛。係啊，以我觀察，佢哋應該差唔多覺醒。係咩？我仲以為係有其他嘢添。所以先要你嘅光臨。你應該好清楚417係點樣滅，就係因為個守望者同埋人類繁衍後代，違反咗宇宙嘅兩大規則。唔好唔記得你家姐嘅下場。我承諾，1224絕對唔會發生呢咁嘅事。